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一句话讲：久笑比无尾，比笑久粗皮。这个意思就是笑讲两个人半斤八两，差不多差不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斤读高音斤第一条，有的人读做斤。斤就是算重量的单位，咱讲半斤八两，一斤就是12两，若一斤就是0.6公斤，若是1公斤就是1000公克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千斤秤，有人讲是铁人，有人讲是重人，也就是起重机。有人直接讲是 jack， 也就是直接为英语 jack 来的。这是一款会当甲较重的物件，像讲汽车或者是机器吐管来修理的家私。第二个咧，读做食人一斤，也就行人4两。字面的意思是讲，食人一斤的粮食，上少就要行人4两，也是受到人的温情。就算讲家己能力有限，嘛是爱加减甲人报答。也就是比如做人，就爱低温报答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咧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食人一斤，也就行人4两。为了要报答厝边普通时常常帮助的温情，厝边一个吊车，阿明随摕千斤秤过去斗骹手，有影是关系若拍好，厝边就和乐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斤，有人读做斤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